Hello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瑞豐睇個開放式單位，面積係238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 Sixteven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瑞豐係位於東京街29號，係2021年入伙嘅。佢行去地鐵站大概係2分鐘。樓高係9尺半。呢個咧石紋磚地啊，單位咧好乾淨，深層清潔嚟啦。入門口咧會先見到一個大約5尺闊嘅組合櫃，第一排咧可以擺鞋啦。中間呢個位咧就係仿照即係個5星級酒店啊嘅一個衣櫃嘅設計。去到呢個睡房啦，或者係呢個位置咧，就變咗係木地板，係啦 L 型嘅開放式廚房，大雪櫃、蒸焗爐。呢邊咧就有個餐台啦、接台啦，呢個位咧可以坐喺度着鞋。有個梳化位。呢張床咧可以係油壓嘅，可以咧拉翻高佢啦。左邊可以活動開窗，右邊咧都有2隻窗可以開得嘅。露台呢邊咧仲有個儲物櫃喎。捐唔到出去喎，OK喎。好，我哋最後咧去翻近門口嘅洗手間，都好闊落嘅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